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最終章頻道，我係 Tony。今日講一講比特幣嘅安全性。點解冇人可以 hack 走你嘅 Bitcoin 呢？喺資訊保安事故層出不窮嘅今日啊，比特幣係從來都未試過直接俾人入侵同埋偷走嘅。究竟呢個係一個技術神話，定係安全設計嘅極致呢？喺度我俾一啲生活例子大家睇一睇。例如第一個就係信用卡被盜用。喺2022年，加拿大 Hudson's Bay 嘅客戶資料外泄，有超過500萬張信用卡嘅資料被盜用，造成好大量嘅用戶財務損失。第二就係交易所被 hack 破產，甚至已經失控。就好似2022年 FTX 宣布破產之後，平台內部嘅資金管理混亂，係疑似俾內部人員呢係 hack 咗同埋偷走咗超過4億嘅美元資產，令到用戶係無法提款，血本無歸嘅。第三就係 NFT。喺2022年有一個名為 BAYC 嘅 NFT 咧，佢嘅官方 Instagram 係俾黑客入侵嘅，咁就偷走咗大概91枚嘅 NFT，咁損失咧都超過成300萬嘅美元嘅。咁點解 Bitcoin 比特幣係可以咁安全，黑客係咁難去破解，甚至係無法破解呢？喺度簡單講解一下佢嘅技術原理。以下有5點，包括去中心化架構、區塊鏈結構、加密技術、工作量證明同埋開源審查。先講第一點，佢嘅去中心化架構係冇一個單點嘅失效。比特幣運作喺一個無中央伺服器嘅網絡上邊，由全球數萬個節點去共同去維護，係冇一個單一嘅伺服器可以成為一個攻擊嘅目標。即使有部分嘅節點被關閉，網絡仍然係運作嘅。節點之間互相驗證交易，保證資料係一致。第二係佢嘅區塊鏈結構，令到資料係唔可以被刪改嘅。比特幣嘅每一筆交易都要寫入一個區塊，並且同前一個區塊相連。刪改一筆交易，即係要改動成個區塊鏈嘅每一個區塊，而刪改所需要嘅計算力基本上冇辦法去達成嘅。所有嘅節點都可以即時發現到異常同埋拒絕去接受，所以比特幣嘅交易一旦係確認咧，就唔可以被更改同埋刪除。第三，佢嘅加密技術 SHA-256係保護到你嘅交易。資料經過加密之後產生一組好獨特嘅代碼，即使你改動其中一個字元，結果都會完全唔一樣。而呢個加密咧係單向性嘅，只能夠將資料轉為代碼，冇辦法反向咧去解密翻原碼。所以唔同資料產生相同代碼嘅機率咧係極低，係幾乎冇辦法發生到嘅。所以去到今日為止咧，呢個加密嘅技術咧都係從來未被破解成功嘅。第四，佢嘅工作量證明 （Proof of Work） 可以阻擋到惡意嘅攻擊。Proof of Work 嘅機制咧係要求礦工付出巨大嘅計算力咧去挖掘呢個區塊。如果你想欺騙成個網絡咧，你需要超過全網51% 嘅算力，成本係極高嘅，根本上唔符合黑客嘅利益。咁所以比特幣咧係具備一個經濟上唔可以被攻破嘅獨特性。最後係佢嘅開源審查同埋社群共識，令到有全民監督嘅效果。一有錯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可以發現到同即時去修補。而改動咧需要經過廣泛嘅共識，杜絕單方面嘅操控。比特幣嘅安全性建立於程式碼同埋共識，並唔係信任某個機構同政府。喺度等大家可以互動一下，你認為比特幣有安全嘅隱患嗎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討論。最後好多謝大家聽到呢一度，記得 CLS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